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杨祖和，欢迎收看12月12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最近因为高丽菜产量大出，造成价销比去年更加。市府农业局为着要行销台南在地农产品，12号上午特别举办行销记者会，现场准备了侪高丽菜的料理。市长伫咧现场嘛亲自做泡菜，希望消费者会当多多来支持在地蔬果。会使看到现场准备了侪料理，不管是水饺，或者是泡菜，拢是由高丽菜所做的，甚至连麻油鸡内底拢加了高丽菜。即届因为高丽菜大出，造成价销比去年佫较低，所以农业局为了帮助农民，特别举办了行销记者会。第一市长李梦燕嘛亲自出席，并体验做泡菜，用行动来支持农民。可以鼓励咱的市民大家尽量采购高丽菜的相关的产品，比如讲食火锅。你本来是用白菜，用白菜做迄个蔬菜，是不是改成用高丽菜？食泡菜，咱本来一般拢是食迄个白菜去做的韩式泡菜啦，咱即马改做像咱台式泡菜，咱一般拢像食臭豆腐，迄个加的迄拢是台式泡菜，所以鼓励大家迄个尽量来照顾咱的农民啊，在这个季节里面以高丽菜来取代来替代其他的这个蔬菜的使用。市长伫会中嘛呼吁业者会使多多使用高丽菜来做料理。伊嘛强调高丽菜对胃是非常好的蔬菜，民众应该多多来支持。现在天气嘛愈来愈寒，高丽菜价销嘛会慢慢啊回稳，所以想要食到俗搁好食的高丽菜，民众就要把握现在。台湾新闻郭博义、何超邦采访报道。市府为着要推广台南在地乌麻仔，这几天甲当地农会共同来举办乌麻仔产业文化节。今年的最后一场将伫咧15号淡安定区盛大来登场。这届除了丰富的体验活动以外，也有结合路跑的活动，邀请市民朋友共同来参与。国产的乌麻现在进入产季，为了宣传在地乌麻，今年上尾一场的乌麻节活动。将要伫15号上午安定区公所来盛大登场。这届嘛结合上流行的路跑，互民众除了品尝乌麻的产品以外，嘛会使欣赏到安定区的风景。一边在路跑的时候能够来领略一下我们的曾文溪的风光之外，那也可以看到我们旧的苏措堤防的一个部分那边非常清幽。那我们也希望这个路跑活动能够来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安定。农会总干事强调，安定区的乌麻节活动拢是由在地农民甲业者来摆搭，甚至连表演团体拢是安定区在地的团体，就是希望互游客更加熟悉安定区的特色。阮是用用在地呈现在地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这个产品好，特殊的一些小农的作物好，要呈现互外围人看。咱安定咧办这个产业文化活动，拢是以咱地方为主。无论是表演的团体也好，搁这个种这个大贩也好，拢以咱社区咱的小农、青农为主啦吼。活动当中除了有芝麻棉花糖等丰富的 DIY 活动以外，现场也有毛菜，甚至有送高丽菜。如果对乌麻有兴趣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上尾一场的乌麻节活动。台湾新闻郭博义、何超邦采访报道。今年的全国语文竞赛伫咧12月2号圆满来结束。这届台南市伫咧22个参赛的县市当中，得到真好的成绩，有39位选手得到全国前6名的好成绩。教育局伫咧12号下午特别举办颁奖典礼，勉励代表队的学生甲老师。今年的全国语文竞赛伫嘉义县盛大来举办，比赛项目非常多元，除了国语甲台语以外，嘛有包括原住民甲客家话。过去一直拢是非常竞争的比赛，这届咱市的代表队嘛得到真好的成绩，有39位选手得到前6名的好成绩。12号下午伫新南国小教育局特别举办了颁奖典礼，由教育局长陈小平亲自颁奖勉励代表队的选手甲老师，希望因伫比赛过后嘛会使继续努力。
好，我常常觉得比赛完之后，反而是我们另一个阶段好的开始。那个开始是指我们知道自己哪里做得不错，哪里呢还需要再改进或者是再提升哈。所以呢，我在这边也祈勉我们所有的同学哈，希望呢在学习的历程当中呢不间断、不中断，然后呢不断的努力。好，去争取属于自己最好的成绩哈。教育局表示，即届为了争取上好的成绩，嘛特别安排了8个礼拜的训练。今年国语甲台语的得奖人数嘛比去年搁较侪，嘛显示了咱市的语文教育的成果。期待学生甲老师未来会使继续努力，为台人争取搁较好的成绩。台湾新闻郭博义何超邦采访报道。创立到今年满30年的松云画会，是由一群爱画图各行各业的会员所来组成的。因一冬拢会举办一届的会员联展。今年选定伫咧生活美学馆第2艺廊来展出美丽水墨画作，咱透过镜头来欣赏。松云画会即日起伫咧生活美学馆举办1年1度的数画联展，即个协会成员集合了上班族、消防人员、教授等侪无共款职业的人，因拢喜意画图，嘛展现出侪丰富无共款的风格。12月12日到26日，在台湾生活美学馆，我们有举办一个会员的联展，总数是大约在80几张的作品，这个每一张作品的每一个线条，每一个墨韵都是每位会员用他的感情画出来的，所以有不同阶层的人然后画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值得各位来细细品。这届主展的成员，一个人有提供着600个画作，因每一个人拢运用着无共款的笔法甲创作的方式来呈现因的作品。山水的表达方式来讲我们这边有很多，我用的当然有写意的，也有写实的。那写实跟写意配合在一起呢，就我们讲的就是感觉上它比较容易表现到一种意境。那写实的部分呢是难免的，因为近景的部分有很多的除了人物啦之外，还有建筑屋舍啦，还有很多瀑布等等这些都也是一种动态的表达。我们觉得静态的山脉配合动态的表达，让画面觉得更生动。这一幅呢，旧日，它描述的是我去七股的时候所看到的一个景象。那落日余晖映在海面上，然后呢，云烟四起，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手法用水拓画运用水拓画去完成这一整个的画面的一个感觉。那这个水拓画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在于它每一次做出来的一个效果，它都是不太一样的。这一次的画面跟下一次的画面呈现出来的结果会是不一样的所以是无法掌控。所以这一幅画呢是独一无二的。来画久就爱想讲寻求讲我要安怎突破，所以我这届的展览是6幅作品中，我一张是用传统的宣纸来画，其他5幅我是拢用绢来画。画是技巧方式、使用方式无同款，但是画着慢慢体会出那个宣纸跟那个绢有什么不一样。我这样感觉讲，这6幅起来，用我家己想的，搁来尝试的，我是感觉讲有突破啦，尚待进步啊。对即日起12月12号开始到12月26号，欢迎大家来到生活美学馆第2展览室，好好来欣赏这寡画家的作品。台湾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来自日本大阪的铃木爷爷，今年10月份开始，伫咧市府新闻以及国际关系处甲文化局的协助之下，伫台南18间国小展开纸之居巡行演出。将日本传统的艺术纸之居来带到学校的现场，让台南的小朋友唔免出国，就当体验到原汁原味日本传统的表演文化。纸之居这项日本的传统艺术，起源于1930年左右。当时的表演者用脚踏车载着茶箱，搭配活泼趣味的图片，讲故事给小朋友听，吸引因来买糖啊。
会当讲是日本昭和时期的街头表演艺术，也是当时日本儿童上界重要的娱乐之一。来自大阪的铃木长盛先生，20多年前伫中国学习中文，伫一个因缘之下，识识一位来自台湾的儿童文学作家，所以展开了甲台湾的缘分。20多年来，不断的往返日本甲台湾，为偏乡的学童表演，完全无求回报，只为了会当看到囡仔天真的笑容。擦起来运动以后变颜色了，变什么颜色了？变啊！红色，它变红色了。这个日本小朋友喜欢的句子就和故事啊，我想给台湾的小朋友分享啊。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20年以前啊，台湾的小朋友很受欢迎。我的故事啊，所以从此以来以后啊，我在台南1年1次2次来台湾，给台湾的小朋友讲故事啊，小朋友开心，那我也开心啊，我们一起互动，觉得很快乐。透过观赏国外传统艺术表演，让囡仔自细汉就开始培养甲国际接轨的能力。也是市府以及学校推动这个活动上界主要的目的。透过我们铃木爷爷来到学校呢，来讲解一些关于日本的一些小故事。那因为学校本身有2位日本的小朋友，那能够借由这样子的过程呢，小朋友从故事当中来达到了解日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认识其他的文化。那对于学校课程，包含我们的国际教育，也都有很大的帮助。无偿的来到台南3个月的时间，然后在市政府文化局、教育局以及新闻处的共同的协助之下呢，这3个月到了20间的山区，还有4区海边偏远的小学做这种无偿的纸之居的表演，然后把原汁原味日本传统的纸之居的表演文化第一线带到我们台南的小朋友的面前，那让小朋友他有了第一次跟国际的日本的文化的交流的机会。那这一次的机会非常的难得，然后我们也非常感谢有很多来自于国际的友人对于日本的对于台南的一个友善的情怀，然后从小让我们的孩子们就有这样子的文化交流的体验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在台南市政府的安排之下，铃木爷爷卡列已经行遍台南的偏乡学校。每一场表演，拢得到师生真大的回响。看到小朋友欢喜的笑容，就是铃木爷爷上界大的安慰。也因为热爱台湾，铃木先生未来也将持续到台湾各地去表演，让小朋友有接触外国文化的机会，也让台日友好情谊会当延续落去。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薛博会基金会捐赠一台中价副刊巴士，予天主教老五老养护中心。12号举行捐车以及祝福典礼。未来这台副刊巴士将会服务70多位长辈，包括着外出就医、出游以及参与社区活动等等，提供予长者更加安全、舒适的交通工具。
民国71年成立的天主教老吾老养护中心，专门服务65岁以上善者、失灵、失智、安宁的长者。目前中心内面总共有79个床位，其中有将近80成的长者是重度失灵，所以需要外出就医的频率真高，而且临时的状况也真多。这个时阵，接送车辆的稳定度甲安全，就是非常重要的代志。薛博会基金会因为知影养护中心的困难，特别捐出一台护空巴士，希望会当跑转营业的效果。每年都有捐赠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是病床或者是冷气。那这一次因为他们需要一部新的富康巴士，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捐了一部富康巴士。那接着他们还是需要很多病床，那我们是希望用这个抛砖引玉的方法，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把他们那些老旧的多功能这个维护的病床能够换掉。对着薛博会基金会无私的付出，天主教老吾老养护中心也表达由衷的感谢。因为我们这个机构呢，主要的服务是公费的长者。那在这个公费的长者的一个照顾上，我们最大的缺乏可能就是一个资源。我们最大的缺乏的资源，可能就是需要大家共同来帮助我们这个机构。所以我们这个机构每一年呢，可能它的募款数字会高达到900多万。所以薛博会给我们的这个赞助，对我们来讲，让我们这个服务这个公费长者的这个工作，让我们舒缓了很多。所以在这里，我们衷心的也祝福这个薛博会基金会。薛博会基金会当年关怀心智障碍囡仔，也有老人照护议题，未来也将继续亲力偏乡散播爱，用爱光辉温暖整个社会。也呼吁社会上有能力的人做伙加入关怀弱势行列。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客家委员会、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甲本台合作推出的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这礼拜要来介绍客家的美食点心爱办甲新顶办，即马就做伙来了解到客家的美食文化，同时也来学客家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琴。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到今天已经播出49集了。那相信每周呢，锁定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对客家文化已经有相当的认识，这也是我们制作节目的宗旨。也希望呢，提升台南市民对客家文化的认知，并且有效推展客家语言。最近哦，到底啊，小你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已经播出有49集咯。当时梦当到嘅朋友帮我哋嘅鼓励老傾聽哦。還有啊，最愛什麼？你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委託你松之城有線電視台來直播，有意義嘅單元節目。你節目製作嘅宗旨主要就係愛提升你台南市民對於客家文化嘅認知，而落實推展客家嘅多元文化。小邓老師，那剛才呢畫面出現一些看起來顏色很繽紛，有綠色、有紅色的，應該是客家點心之類的，是今天節目要介紹的嗎？係喲，我是講過啊，客家人啊，當好食辦，也當偉大辦。佢係老客家族群所生活嘅自然環境、生產嘅法統，
係顯示飲食文化特色嘅主要原因哦。也因為啲客家人啊，所帶嘅素材啊，勞動生活嘅模式來影響客家族群嘅性格。加有飲食文化嚟展現有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比如講從食材方面，客家人就會利用從菜地嘅出產嘅米啦、插秧等做成客家人特有嘅伴侶點心。真的是就我在客家莊接觸的客家人，隨時就會端出一碗自己做的糖水米塞木點心或蘿蔔糕等等客家人啊，係當好客哦，也係當好食飯呢。也當偉大版嘅族群啊，對於乃世界大麥嘅飯啊，也係有講究嘅哦。就像小青講到嘅啊，從客家莊嘅朋友，屋下食到兩個米切木點心、老菜頭飯，有人講蘿蔔飯啊，呢兩種嘅飯嚟嘅食材就當簡單，故所客簡單做。根本嘅我嚟介紹嘅呢種嘅客家飯咧。辦式嘅點心呢，就要看節氣咯，冇出係特別建議，將會來打嘅飯呢喲。那今天要為觀眾朋友介紹什麼客家板食點心呢？從客家諺語講啊，一碟飯啊，抵3碗飯，就看得出啦，呢個飯嘅重要性哦。飯讓日常生活、年節喜慶啊，精神祭典有當密切嘅關係。清明節嘅時間啊，會打夜飯。甜點愛打新點飯，根本日出老觀眾朋友來介紹清明時節瓜子將會打嘅夜飯，老甜點愛打嘅新點飯。哦，所以今天是要介紹夜飯跟新點飯咯。大家知冇？差唔多啊，從當年、去年、過年時節，從茶葉筍啦，嘅菜葉筍啦，兩葉啊，就會開始生出來喲。內行嘅客家人啊，就會等到兩葉綠綠嘅開始嘅黃花，也係講產卵芽嘅時間咧，夾出來摘起來，留等來打葉飯。兩葉飯啊，有很多艾草飯、清明飯。夢飯主要係客家人認為啊，兩葉有祛邪辟凶嘅作用，還有聽講深夜飯熱天時節，還唔會破爛吧。哦，原來客家族群在傳統的飲食文化當中，都有可能表達出客家族群的象徵性。客家飲食文化與客家的生活信仰哦，是清明節要吃艾板，而且認為在清明節吃艾板呢，到了夏天皮膚比較不會長膿瘡哦。講下了，我嚟介紹一啲新點飯。新點飯是做什麼用的呢？早期啊，因為台灣農業社會時間呢，屋下甜點係加速嘅大事情咯。嘅新人嘅出世啊，為老祖先行過天公伯來報告，並祈求呢啲新人呢做得平安狀態。故所啊，為咗今年嘅元宵節啦，也就係求那個正月15，冇出求那深夜班嘅時間呢，為打那個新點飯。新點飯打好，會拿到廟方來祈福。一來係為到搭車神明，屋下添了男丁；二來也為到啲新人來祈福。天男丁就做新點飯祈福。那如果生的是女孩子，也有嗎？小青問得好哦，早期農業社會啊，確實係重男輕女哦，添男丁啊，就會打新點飯祈福來請人客，係講到每嘢就冇啲習俗哦。唔過也哈時代環境來變化，大家嘅思想也改變咧，也哈不論係甜點，也係講到每嘢同樣都會打新點飯，冇出打千斤飯來分享俾親戚朋友食咯。講定啊，你好下自家天時學院，根本呢就講到了咯。也下嗱你同觀眾朋友來講，爭來了哦，爭來了，爭來了。
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侪云，温度20度至26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12月12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